开始。哦，1636年11月10日，咱看到倒位呢？我看啦，无安尼啦，正经诶对头搁开始读一遍哈。Gallius 和Shagan 和惠斯都人和由 Martis Quast 指挥对日本来到台湾港外，就是所在好总价值是100个100万吼，103万吼毫吨，有36万两丁运吼，12000斤的铜，42000斤的铁条，3800个白色的加好的米，725袋的三木棒，2675个管啊，吼，这是对日本载到台湾遮来吼，价值是103万毫吨吼。对二长库库巴克阁下交由大船瓦森内和送去予总督阁下和东印度议会批吼，就是在物件内底阁有批示吼，以及交由上述3只船送要来予长官阁下批，全部数期是本国月初2。特色主要内容如下吼，所以下底是这要送互这长官的批吼，是安尼写。对台湾去的船瓦森内号、加利亚斯号、Grow 号、Shagan 号、斯万号和惠斯都人号，这5只船是对巴达维亚舰来错过台湾的迄只 Peyton 号以及 Raro 号以及 Nudwig 号，拢陆续伫适当的时间平安应该是到日本吼。只有Nudwig 号会自暹罗前往日本的途中，去遭遇着暴风，互正舷的船舶扛架遐严重损害。所伫若是惊讲帆会往迄边倾倒吼，也惊讲伫咧上述的暴风期间，伫咧水深5、6深吼，搁跳深中间的所在，船床年的入水。库库巴克阁下对上述所有船只收到资金是159万毫吨。对康保迪亚大船 Old Water 号无到遐，遐是什么所在无讲。有鉴伫迄寡已经出卖的好物，迄个利润真好吼，所以也袂出现好物，真明显嘛是应该会有足好的利润，所以今年收到的好物会比减去就是扣掉迄寡商品的成本开支吼，净利应该是差不多142万毫吨。若是要照总督阁下和东印度议会所期待，今年送去的20吨的黄金的资金差不多是200万毫吨，相信讲会当载转来价值是40吨的黄金啦吼，比即马会当载转来是30吨黄金，搁较侪吼。库库巴克阁下到希拉岛的时阵呢，有看到公司伫咧日本帝国的贸易情形真好，比其他遐搁较好。安怎好呢？下底就是即个你写讲即个荷兰和日本贸易情形，对青丝无搁较麻烦的限制。虽然发生情况，但是迄寡代表5个帝国城市的数万者的请求，被审理官伫咧今年4月3日用谴责的话甲拒绝。因用真侪
业做诶白贼话想要来打击公司，但是却适得其反。捌担任长官诶Peter Lewis 已经对伊长久诶即个监禁来释放出来，并且允准会当坐最近诶船离开日本。公司诶船只会当随时随意离开遐，毋免像往年着爱听候葡萄牙船离开了后才会当出航。只要出国无伫日本和马卡中间之间有伤害到葡萄牙船吼，就会当随时出入吼，并且已经解决到迄边诶5方船只要落号，毋免阁长崎诶官吏来申请许可吼，只要希拉岛诶官吏来申请就会使。库库巴克阁下所带领诶古罗号和瓦森内号到日本诶时阵，就是安尼咧办理啊吼。所以这拢是证明讲荷兰和日本诶贸易吼加足好诶吼。过来就是讲，天皇陛下真善意，赠送200两诶丁文，遮尔大方诶礼物，互荷兰代表，就是要互荷兰人诶好名声传遍日本。像安尼诶赠送，除非是臣属伫伊诶天皇诶人，伊是从来毋捌送互葡萄牙人，或者是互其他诶外国人。主要船主像这5个日本人吼，人过这2早是5个，主要这船主这5个日本人和其他诶人今年拢到宫廷真恳切来国会请求颁发皇帝通行证来互因，允准因会当按照往例派船一同东行柬埔寨和交趾来贸易。就敢若以早去交易安尼，但是因诶请求被坚决拒绝，讲天皇诶命令不得改变吼。日本人对葡萄牙人诶气愤恼怒还阁咧继续，而且愈来愈扩大，因为日本人对因真讨厌吼，讨厌到只要是日本人会当像迄寡葡萄牙人安尼供应精美诶布料，就爱拒绝因来日本。这翻译诶写，毋知咧写啥，看无咧写啥。这个代志甚至是伫咧辩护希拉岛诶官吏和长崎诶官吏，长官遐阮荷兰人拢已经得到证实咯吼。因是讲，因为绝对无允准葡萄牙人诶宗教被神秘和迄寡邪恶诶人继续来传播落去，就是主要是禁止因主要是宗教原因吼，所以对葡萄牙人全面来封杀吼。伫日本还阁有7个安尼诶人，因要甲因找出来，互葡萄牙人诶势力更较衰微落去吼。今年4月中，伫咧江户市吼，东京遐吼，日本东京吼，伫咧江户市验离刹那吼，就是掠迄个太高边诶人，痴迷人、白卡诶人，甲83个男女老幼诶一个基督徒，同齐关伫咧市外专工建造诶一个目三年，验离来牵走吼，继续甲因关到所有诶人都伫咧目三年来要挟，而且今年随着对长崎前往那口4只葡萄牙篷船送走287个人，有查某有查某有囡仔。若是葡萄牙人诶后裔，也包括即几年被葡萄牙人所拥有，以后甲日本人结婚，因所生诶5、6个，或者是搁较侪囡仔，也拢爱离开日本。其中也有只敢若杨玉，因为透过费诶日本人吼，日本诶囡仔吼。伫今年2月21日，得到皇帝陛下召见诶葡萄牙代表，伫咧转到长崎了后，奉命离开因较早所住诶房屋，被带入去一间因生分诶日本房屋内，伫遐住吼，伫内面被严密监视。活马路诶桶仔拢去互封起来吼，留伫咧厝里袂当外出。
袂当出外吼，也袂当和任何的日本人交谈，只敢若会当和看守因的人讲话。又过今年8月8日，迄4只葡萄牙篷船对马卡奥来到长崎长崎了后，司令官东Gonçalves就是上述代表吼。剩落来葡萄牙人以及所有称作是基督徒的人，甚至是甚至坐迄只船来到日本的奴隶吼，拢被送去一个岛上来拘留。迄粒岛就是迄粒岛叫出岛吼，就是迄个新的宫殿吼，有600尺长，240尺宽，周围拢金捌围起600尺长，差不多200米啊吼，240尺差80米安尼吼，200米80米，即个面积差不多是安尼啦，占地差不多是安尼吼。四周围拢设篱笆，坐伫咧海水顶吼，就是徛伫咧海水。篱笆徛伫海水顶吼，岛上除了仓库以外，有25间房间的款吼，沿着水和该市的边沿建造，除了一座桥以外，别无出口哦。而且迄座桥有一个公哨咧把关吼，有人咧看守吼，徛卫兵。伫遐搭有告示讲，任何人若是用任何船只伫咧迄粒岛的后壁或者是附近吼出入，拢要处死刑，并且没收一切。因拢必须要留伫咧迄粒岛上，一直到上述的篷船要离开的时阵，伫迄个期间只敢若允准日本人和因交谈，其他的国民拢不得和因交谈吼。应该是讲日本兵吧。对伫卖去互因的货物，是由长崎的2个官员所叫卖，所有来买因运来货物的人，拢无照实际的市场价数来购买，拢出价遮尔低，安尼就无法度维持落去。而且司令官无论是由啥物人来担任，每一年拢奉命必须要前往江户天皇来致敬，但是因其实只是愿意向葡萄牙的贵族致敬尔吼，认为是去觐见日本的天皇是无价值的。虽然如此，顶头讲迄个东Gonçalves迄个司令官今年还是违背家己的意愿，上北去遐做认证。上述满载中国商品吼，有但是大部分是丝质布料，安然来到日本的迄寡葡萄牙篷船。回程载2350箱分的资金转去，每一箱1000纽，一纽是57个 stuvers， 总价值是669万豪盾吼。我方的代表照常去呈送礼品吼，因伫咧3月19来到江户，伫咧5月3号觐见天皇，以适当的礼节公开来呈送礼物。望天皇陛下悦纳，上述的礼物有一个同齐皇冠，天皇特别介意吼，命令人摕去挂伫咧距离江户4里路程的伊的祖庙呢吼，并且回赠我方代表上述的200两兵员，后来阁应国会议员求情，来释放监禁真久的 Peter Louis 阁下。讲甲长官签起来送来日本，互我感觉真欢喜，因此我要释放伊，原谅伊的过错，并且允准伊坐第一班船离开前往伊的国家。关系到要用大船 Grow 号去越南吼，进行贸易的政策，已经伫日本的公司议会决议，为此将启用商务员哈吉吼，昨应该是读到即只啦吼，咱继续读咧吼。关系到要前往北纬
37度半，伫咧日本，咱昨其实用足侪时间读这篇内底足侪资料因为这篇实在是内底信息量足大个敢若要读这篇要读煞读足久我先看一下北纬这个纬，我是毋是读毋对？是纬还是纬？纬读做纬北纬，我有印象是读纬，但是啥条读毋对我看敢佫有别位，大书店敢有别种读音。台语大书店无收无看这册册台语。徽，教育部这毋知对音来音读做徽徽啦北徽咱就读北徽。关系着要前往北纬37度半，伫日本东方差不多400海里的金银岛之旅，今年终止。哇，这是啥物所在？金银岛。等下再来看金银岛，我先查一下这个情理昨嘛有别人找讲迄个音是翔，我看者。当然，找即个是白话音啦这难过人甲金人甲金是我你看我这是台语大书店还是干物店？我做袂记。这应该是台语大书店台语店这个群这个汉字有两个解释第一个是神离神，这就难过第二个伸手入去摕，或者是刀啊等等去摕物件。我一直讲这个 fathom 英语的这个 fathom 是这个意思。fathom 我袂记得啦 spell fathom fathom 你若直接看这 a linear unit of measurement for water depth 水深的这个浓度的这个单位详细解释这个字详细解释看听者安怎念 fathom to fathom something is to understand it thoroughly 就是你要了解某物代志，就是会当讲 fathom 我想要了解就是 fathom 我想要了解就是我想要 fathom It's usually used in the negative 一般是用伫negative 安怎翻译就是否定的as in I can't fathom why he doesn't want to go along with us 我无法度理解我无法度了解讲为什么伊要倒阮来我无法度了解的 I can't fathom 所以这个理解了解就是 fathom fathom is from me 我定定拢我就爱看这个 vocabulary.com 因为伊甲这里的这个演变或者是一寡用法伊拢会解释出来伊咧解释一个词的时阵伊嘛用例来讲所以我就爱读这本这个 vocabulary.com 一般我来查
一个我毋捌读过的字，我拢对遮开始出去吼。Fathom is from Middle English， 我袂晓念吼 ，Middle English 就是对 Middle English 来吼 ，from Old English， 相关应该是 fathom 吼，所以这是英文来的一个古早字吼。Outstretched arms， 意思就是 outstretched arms， 就是两支手吼，劈开安尼的叫做 fathom。The Old English and Modern English noun also refers to a unit of length used to measure the depth of water。不管是伫古早英文或者是现代英文吼，伊拢会使当作是用来量度水深的一种单位吼。The sense of intellectual depth comes from that meaning. The sense of intellectual depth comes from that meaning， 就是这个 depth 就是对这个词的意义来嘛。To understand or fathom something thoroughly is to get to the bottom of it。就是你若想要理解什么代志，或者是你想要fathom什么代志，就是你想要完全理解，就是爱对上底开始入去嘛吼。所以 fathom 就是后量，伊原本是量水深的这个单位，但是衍生出来的意思就是讲，我想要理解什么代志，我想要甲量清楚嘛吼，就是 fathom。OK， fathom， 但是伊无讲出我拄则讲迄个手伸入去桌仔去拎物件即个意思伫内底吼，歹势，这本字典内底无吼，咱来搁来看其他字典。Define fathom。歹势，今仔日安尼逐读我另外一半，今仔日规工读袂了。这是病的，我无啥信任病吼。来，你看觅啊。所以伊是病嘛是这两个意思，一个是要理解，一个是要量度这个深度。我来 Google 一下。Define， 哇，掉诶 ，define fathom。OK， 动词 understand after much thought measure the depth of water。为什么我拢找袂到我讲的迄个意思伫内底？明明我较早就捌学过。看这个 Webster。To check sound is to measure by a sound line to prepare and come to understand. Fathomable， 形容词。OK， 歹势吼，我较早有印象，但是即马无看到吼。咱搁转来台语大词典遮吼，讲吟还是琴啦吼。我所以进前我拢念琴，但是迄个音对来我煞无看到吼，所以我应该变成念着爱拢爱读做琴还是吟嘛吼，吟。但是吟即个动作其实是一个伫咧生活中足常用着吼。讲你吟，但是阮的口口已经 J 的音拢变化变做 L， 所以阮定拢读做吟吼，吟。你伸手入去吟看觅啊吼 ，JIM 第五声吼。OK， 马文昨
找另外一个音弦嘛吼，是用两手去抱指木或者是挑用双手揽的大穗吼。所以颠倒是即只有即种去让渡大穗迄个意思吼。用你用两手去揽的，看即丛树仔几人几个人会当摸起来安尼吼，即种方法叫做弦。双手伸直的长度第三个更较明显啦，就是双手伸直的长度。所以即个弦拄啊好完全对应拄只迄个 fathom 伊古早英文的意思就是 stretching arms， 有无过会记得拄只讲 stretching arms， 甚至个 Webster 嘛是安尼写吼。Webster 写讲 fathom comes from the Old English word fathom meaning outstretched arms， 你甲两手伸直就叫做 fathom 吼。伫个即个汉字就是弦吼，所以马文即个帮我找着即个音才是正确吼，应该读做弦，所以咱以后就几弦吼，讲这水深几弦，咱就读弦吼。OK， 歹势，因为咱也无熟悉一个行船的伫遮甲咱国家吼，所以咱只好用即种方式伫个字典词典内底甲它找出来吼。好。第四个意思先煞学者，无张持用手掌人的帽仔头毛边啊，或者是尻川尾。我看一下例句，对手家己闪地，和尚无生头毛，互人闪。意思就是要欺骗人，无要互人欺骗，是啥物意思啊？让伊闪大头，意思就是让步。要欺骗人，无要互人欺骗，就是想要共袂向骗就对啦。干那我甲你变，无你甲我变的即种道理啦吼。所以对手甲伊闪地，或者是和尚无长头毛，互人闪吼。和尚都无头毛嘛吼，所以你要甲闪伊的头毛都无机会吼。所以闪头毛就是用无张持用手甲人的帽仔或者是头毛边甲撞掉的吼，伊用一个动词叫撞吼，撞吼撞。我看一下原册的资料，确定我音无读毋对去吼。闪伫倒位啊？遮。闪补习甲变八字吼，变法吼，如果即个尻川尾，ふいに捕まえる。伊这是用日语去解说啦，伊甲翻做台语的时阵写撞人的头毛吼，所以咱来学一下撞即个动词。是。用手甲粉啊对方的粉啊，甲伊，敢若讲甲伊嘛有是地，我是用算，毋过人讲算是算腰较会使用，我用即个迄个动作啊，会使用到啥物词来运用，其实有一个动词，但是我即满你安尼讲，我一时仔想袂起来。红棍甲，我一时仔想袂了，等下看找会着袂吼。毋是算啦，我嘛知影毋是算即个音啦，是另外一个动词。
是另外一个动词，但是我一时嘛想袂起来。嘿，好，不要紧，等下请煞查者吼。那台语的动词学问太侪吼，毋是学问太侪，台语的动词足变化足侪，或者是讲足多样的，足侪无共动词吼。这应该是台语的特色之一。吼，你若学其他语言，你会发现讲其他语言的动词实在是有够少的吼，无遮尔侪。哦，长，长就是我拄则讲长吼，长人的头毛嘛吼，就是即个长，我看嘛，第一是菜头长，无得通掠长，无长吼，这是名词的长吼。第二是长草，长草是稻草，或者是一般草的绑做一束叫做长草吼。较早阮做田人吼，阮知影长稻草拢用即个动词叫做长吼，就是甲稻草绑做一丛一丛，这一丛就是一个单位数啊吼，所以第三个就是一丛草，就是单位数，佮摕来做动词叫做长草吼，就是甲绑做一丛一丛叫做长草吼。家伙伊在长，吼，公司伊在长头，吼，所以即个长就是就是换头的意思啦，吼，就是华语叫做掌管吼，公司家伙伊在长，公司伊在长头吼。管互人涨去，钱甲伊涨来，吼，这是大厝的意思。好，但是伊无讲有长头毛，但是拄则你佫会记着长草，就是一甲头毛若草嘛，你长头毛就是若长草安尼吼，甲掠做一束安尼，一束甲用手甲掠做一束安尼叫做长。好啊，拄则啥物所讲的迄个动词，我即嘛一时想袂起来，我看若用例句看找着袂？我先找红棍看有无吼。红棍汉字毋知要安怎写，我先找无用，歹势，我先用罗马字去查吼。红棍，红棍的红是第几声？红第几声？所以第一声，第一声变第七声是安尼哦。我真正袂晓。吹出来就是并且有一个连接，其实是药啦，叫做算药。啊，毋过我感觉因为我即摆问题就是语感，就已经身躯比较无接受讲台语，我就变较无语感。啊，我就是找迄书顶的资料，算调吼，安尼啊，毋过就有语感的人就会讲算药是讲像学问啊、学安全带爱有锁啊，啊你若讲人去揽落，吼安怎袂当？啊，就不时会用即寡动词，啥物时阵会当用，啥物时阵袂当用，就变做讲敢若会当找资料看书顶看迄家己来学袂生去。我有甲迄个连结有迄个动作，应该是药。毋是红棍。红棍是 AM 吼，这个写毋对。无看到。红棍生流滴着，无打换，无法度。红棍寸长长，目头悬，
目中无人。颔棍，哦，我看一下，颔棍生流，这是安怎读啊？拄着是吧？什么？颔棍生流拄着，无法度就对啦。敢有人安尼讲？我绝对有人安尼讲啦，但是我毋捌听人安尼讲。颔棍生流拄着，就是无法度啊，拄着就对。但是颔棍束腰，讲甲颔棍束起来就对啦。所以人讲用即个束字动词无适合，但是另外一个较适合是啥物？咱真正想袂起来。可能人甲人条条，我看因的意思拢爱用咱。其实咱嘛无适合，我感觉咱无适合。嘛毋是甜，因为甜是用手指头啊甜条的，毋是用迄个手腕、手背有无？手骨去甲。有一个词啦，但是我真想袂起来，嘛毋是手是啥啊？想着再讲啦吼。为啥物读到遮来？哦，咸吼，讲娘道水深的吼，咸以后来读咸吼。哦，咱搁继续读落，转来日志啊读啊，拄则三年所问的即个问题，大家想看觅吼，用即个手去锁喉吼，华语叫锁喉，迄个动作要安怎讲吼？我捌听人讲过啦，真正真正想袂起来。关于要乾隆北纬37度半，伫日本东方差不多400海里的金门岛之旅，今年中止吼，所以旧年有就对啦，明年啊拢有去吼，毋知金门岛伫倒位吼。我也做迄是放假，内底才有卡通才有吼。库库巴克阁下宣称要对日本出航，乾隆要去咧金门岛，伊声称讲要对日本出航，乾隆金门岛毋是好办法。确信讲伫咧即个贵座，伫咧迄个悬度，就是迄个纬度，毋是，歹势，安怎变调？纬度，就是伫迄个纬度一定爱继续朝东方，若有上帝带领，才有法度到金门岛。啊，回程要因为西北风，回程会因为会使透西北风，所以无法度转来到希拉岛即个任何的所在吼。加敢若会当到台湾，因此，库库巴克阁下认为讲要去金门岛，上好是对马鲁克斯吼，摩鹿加吼，马鲁克斯派船出航，或者是对过来的季节要派往卡波斯比瑞多3度的船队当中，派几只潜龙金门岛吼。看无袂要紧啦，因为伊无写到底金门岛是啥物所在吼，你嘛毋知这你讲啥。送去遐的142000斤白色的是若青丝，收到的情形真好。经过6个死的专家鉴定之后，甲伊分做2批，一批标价是1担280两银，另外一批标价是1担240两银，最后全部以每1担267两银来出卖。公司因为当作无看哩，才趁除差不多14000两银。为什么要当作无看哩？若是像葡萄牙人，
或者是希腊人的死被控制伫咧迄5个帝国城市来交易，安尼就趁袂着遮尔侪钱吼。对注脚第8注脚讲5个帝国城市是希拉岛，毋是是埃岛吼，讲互萨凯借吼，这是伫乌萨卡迄个吼，伫乌萨卡诶边仔一个算隔壁城市吼。我讲一遍吼，这5个城市是江户、萨凯、乌萨卡、京都、甲长崎吼，这2、3、4、5这5个。咱转来哩一只，讲若是像葡萄牙人或者希腊人会生去用控制讲要踮咧这5个帝国城市交易，就无法度趁遮多钱吼。但是意思讲，阮荷兰人搞了，无法度吼。即马日本人当你妈钱吼，要收买日本钱的20万豪盾，就是议长库库巴克伫咧台湾的时阵，台湾议会有监伫广南交易日本钱会当得到真好的利润，所以决定要伫日本使用的这笔资金，议长库库巴克伫咧到辩护的时阵，就已经全部运用，定好契约。但是呢，迄寡合约就是契约拢拍好啊，但是迄寡合约者事后则算阁嫌啦，讲即个代志无法度完全照办，因为皇帝陛下规定讲，制造即种钱币，以及其中所含的即个铜的分量，爱用来通行日本全国。又搁对马卡奥遐再度传来消息，讲因已经拍契约，要以9钱5分的价数，9钱5分银的价数，比旧年贵一钱半。要用即个价数来收买16000两银，对北方，就是对日本运来到马卡奥的铜钱。若价数起足悬，而且也特别因为品质比所想的抑搁较歹，所以无法度完全照契约来办理。宝义就是黄色的丝，叫做宝义吼。正价是一担135两银，卖价是325两银，一担125两含120两，卖价是288两，一担115两、110两甲105两，卖价是240两。越南东京越南的丝卖到一担290两银，而广南的丝卖到233两。素色的丝线卖到387两银，是按照青丝的价数定价。正价是502的京绫这种布叫做 peasants 吼，卖到9两2吼，9.2两吼，正价3又搁4分3到5厘半的天鹅绒吼。每一种拢会当，每一种拢卖到8两7钱银，白色的西绫卖到4两5钱，红色的还未卖出去，含旧年红色的蓑冕迄样吼，蓑冕毋知是啥物件，可能是原来是布吼，我咧。现在白色的也会当用搁较悬的价数来卖出吼。白色的丝以及其他的布丝、丝绸、红色的絹丝、水银、面环甲鱿鱼皮吼，这鱿鱼，我查一个鱿鱼的鱿，毋知查会对无？应该就是读鱿啦，一般这拢是读什么理平的，照读就对吼，就是鱿吼，鱿鱼鱼名八尺长，款式若鲤鱼吼，鲤鱼啦，款式若鲤鱼，鲤鱼台语其实毋是叫鲤鱼，一般白话是叫做台仔吼。台仔就是
台啊，我感觉日文怎么讲 ？OK， 白头是花是啥？是花带新，是花带新乌。啊，你就是种鱼，像台啊鱼吼，咬鱼皮，拢咬袂出去。拄则讲的遮侪物件吼，白色的丝，薄纱丝绸，红色经丝，水纹面环，咬鱼皮拢咬袂出去。满丝已经做成白色的，以15钱，还未做成白色的，以14钱来卖出。而素色的空眼布是以18钱卖出。运气的糖无卖到像旧年遐尼悬的价数，因为顶一个季节约有80只用去船载15000担的糖到迄个市场，有冰糖、白糖甲乌糖。迄寡无损害的落皮卖到每100张45两银，中级的落皮是34两，下级的落皮是14两来卖出。今仔日就是初十吼，10号即天，伫咧议会决议讲，中华普通曼斯国学确定要伫咧后日要处罚前往巴达维亚吼，袂阁延期啊吼，所以即个普通曼斯的日期出2天，要同行的即个船只 Braden 号含沃曼号，还阁欠招一寡号呢，阮会伫咧迄天进前甲补互上。伫今仔日对日本来到台湾的加利亚号项 Christuna 号呢，也要尽量较紧，互因满载好呢，会当跟到前往巴达维亚。除非伫咧即个期间，迄寡延前真久的新仔用客船会当前来吼。已经等遮听候因足久啊吼。伫咧迄种情形之下，上述的机会会阁另外考虑吼，考虑讲是毋是要阁延前一下吼，因为要装好才爱时间。今仔日议会阁决议讲，为着要加强动能的阵容，讲到即个落雨装好，我伫看到一个行船的啦吼，伊讲即个算因对因来讲，船到入港口了后，伫遐落雨，对因来讲应该是算一种福利，就对因就踮休困，踮遐等。啊，但是因为即嘛吼，因拢用迄个天车咧吊，用迄毋知会当叫天车诶，就是即嘛是用机器吊嘛吼，伊迄是电磁铁啦，用迄个去招大电去招去大，甲迄个迄叫啥货柜吼，一箱一箱安吊起来，所以迄速度足紧诶，几分钟就当吊一箱，吊一箱。所以因即嘛落船可能几点钟就规只船啊，迄货船足大只诶吼，内底箱可能几百箱，但是几点钟就会当落了吼。因讲安尼算是对因来讲，即段时间是福利就对啦，所以当然是愈久愈好啦吼。啊，有诶是，我袂记伊讲去啥物船吼，就是迄种华语叫滚装船有无？就是你要落，伊主要是载迄个车迄种船吼，载车诶船，伊要落去是车是一只驶出来安尼吼。伊讲迄搁较紧就对啦吼。啊，所以讲走迄种船诶，就较易到，意思就是讲较易到，因为雨连绵落了，无法度通休困吼。啊，伊讲捌拄着上久诶，就是敢若是再去印度啊倒位吼，爱用人工去搬，因为因无迄个机器，用天车去吊嘛，用人工搬，用一道一道搭搬就对。落雨敢若落雨落3个月，算趁着就对啦。忽然间想到，咱定伫遮看着因讲爱要落雨要装雨，其实这也是时间诶吼，咱拢无想到吼。今仔日议会还阁决议讲，为着要加强动能诶迄个阵容，把任命
曾经担任长官普特曼处的秘书，以及下设上务员Cornelis Feder 做Formosa 议会议员，而且该 Cornelis Feder 会担任本商馆的秘书职务，因此要将有关本商馆的所有簿记甲物件bookkeeping 甲物件。我咧想 bookkeeping 应该即个簿记应该是 bookkeeping 的音译啊，但是译了足好，所以你敢若本身就是华文bookkeeping 甲物件。有关本商馆的所有 bookkeeping 甲物件，对上司沙罗蒙斯的手接手过来。伫咧接手的时阵呢，也要互迄个 Feder 会当就是拄则讲即个要任命即个人做秘书嘛，做秘书的职务嘛要互即个Feder接受运来台湾的中国货物和商品，并且决定为着要及时确保对日本运载过来运，要派小船去迄寡大船顶甲运去咧上山，运起山来好，遮尔长的即个11月初10的即个日子，咱甲读了主要是内底太侪，真正是足侪资讯伫内底内底学足侪物件11月11日 ，Shagan 和含 Whitstone 和来入港，今仔日无用哩落雨落迄寡剩落来日本云。11月12，哇，又阁是落长啊！咱来看卖咱伫咧即个11月调车调足久迄两只停靠真久的佐助和沙良的用客船结伴就是同齐啦，对西南沿海来到港口，来到咱台湾港口。伫下晡趁着即个海水特流和海风入港再来差不多500担的青丝，100篮各种类丝质布料和250锭黄金，即寡货物粗略估计是价值50万豪盾，而且根据生理人肯定的报告，接新的用客船伫即几工也会前来。迄只船伫60工前就已经满载300担丝100担的 Lankins 和150篮各种广东的其他布料停泊伫遐，但是该船因为被暴风所甲即个桅杆压制去，为着要装备另外一支桅杆，所以伊驶转去西南。伫咧过去50外工，伊捌数次出海要来台湾，但是因为西南沿海继续咧有暴风所以无法度前来。此外，伫因对迄边离开的时阵，厦门的漳州号还佫有11只停伫遐咧装货用客船，预计将要运来300到400担糖一批金丝 Lankins， 白拉咱进前有读过就是蛇歹当副蛇迄个蛇丝啦和其他的即个定购货物。官员一贯用真侪礼物和真大的礼品，被因的国王陛下封做福州的都督，就是送真侪礼数啦，所以摕到即个官福州的都督。伊的主将陈平和伊的另外一位主将退役北方去宫廷，要去协助抵抗犹阁已经进攻西南的鞑靼人鞑靼是毋是读做
那我袂当，我查者吼，查即个词伫代理店可能无啦，查看卖啊，无就只好干里店一字查吼。第一个答是读做读，读是外国的国名吼，看轻的话接法拢做咧读吼。第二个答读，第二个读做趁，所以读做读趁吼，读趁，趁是软软的皮，内面的皮吼，内面皮叫做趁。一般即种字其实因为伫台语白话用袂着嘛，所以你平常去袂学到即个音吼，读趁吼。要去讲这伊两个一贯两个主角，北方宫廷起要协助抵抗已经来进攻希腊的塔坦人吼，塔坦人，塔坦人是蒙古人吗？毋知我毋知吼。伫广东含漳州好，歹势啊，看这答到底是指满洲人呢，还是迄个蒙古人呢？伊去必考是写讲原住突厥人吼，对蒙古草原东部部族的称呼，具体是指大是处伫契丹吼，契丹北方的柔然后裔，或者相关蒙古语的字部，所以是蒙古人吼。达蒙古人，塔坦吼，台语叫塔坦。伫好，因要对来讲，一贯两个主角要去协助，要去拍塔坦吼。伫咧广东含漳州河一带海上，现在海贼已经拢扫尽。生理人含万有把握处置所答应的300担黄色的丝，含约200担素色的黄丝，以及差不多8万匹的大批的鸡羚、天鹅绒，或者含西菱甲其他的商品，但是对于所订购的大量的说明吼，伊无把握会当处置。咱来看一下你的说明啥物件。当然应该是一种布啦吼。哇，无，可能来 Google 一下。说明是一种真柔软的真丝织品啦吼，主要是用伫制作kimono 和服。自300年前伫咧京丹发明梭棉丝以后，我读做梭棉吼，但即个词要查者。即项织品一直以来拢是日本 kimono 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哇，所以这是真品质足好的布吼。你若知，你看过 kimono 品质足好吼。咱来先我这两个音先确定一下吼，再搁继续看。第一个说，看要安怎读。鸠这是白话音，润鸠是白话音，润毋捌听过吼，俗俗，我来看内底敢有布料的讲法。鸠当然是无，润一个润走倒润，头壳倒润入去。
俗乱乱读求求求求救救，收了倒摕北二四，拢无报了的意思。过来第二字，面，做面面，微微的丝吼，就是面，或者是面，然后做两音咯，会使面甲面，俗面吗？俗面，俗面，俗面，好，就安尼读吼，俗面，俗面。就安尼读的意思就是讲，我嘛无法度啦吼，就咱敢若较早迄个我一直甲读做浸字吼，水深几浸，你应该是几闪吼，因为后来才找到正确的读音吼，应该是较正确的读音吼。好，俗面吼，但是对伫所定过大量的俗面，伊无把握会当处理吼，你就会记得讲俗面是用来做 kimono 的布就对啊吼。有当咱无继续看吼，你知影kimono的布品质足好，含迄个含先仔人因咧 cosplay 汉服吼，汉服吼 cosplay 穿咧若布着迄红仔迄种的，啊品质拢足粗俗的，迄是袂比吼，迄真正就是 cosplay，人伤认真哦，迄个笑的。毋是我看袂起先仔，实在是你本身看袂起你家己吼，所以你用遮尔粗俗的物件去做汉服，讲你要恢复汉服。OK， 我较早伫个，我有一阵仔时间的设计吼，应该安尼讲，就是我听过一个老师上设计课吼，我对伊遐学着一个观念，我感觉足好，伊讲其实。就是伊迄个观念，简单讲叫做尊重在即，就是你爱尊重你的 material， 你咧创作迄个 material， 你爱尊重伊。伊是茶，你着尊重伊是茶，伊尽量发挥伊茶的即个在即来做创作。安尼讲你可无会当理解哦。譬如讲，我相信你较早捌看过伫台湾吼，足侪迄种。伊种爱用红门图去做，比如讲红门图去做假的即个即个栏杆，就是迄个栏啦吼，栏杆吼，伊要用迄个红门图去做假的栏杆，围栏啦吼，这就是一种无尊重在即的做法吼，伊要用即个去假做迄种物件。用即种材质去加做另外迄种材质，伊若真正要用茶去做，就用茶去做，但是伊无爱用，伊用红门图去加做茶，吼，这就是无尊重材质的即种做法，吼。在我对迄个设计老师所学到的观念就是讲，你一开始你对即个材质无尊重，其实就是一个无好的设计。你看，我即马试着甲迄个建筑师的名袂记吼。一个日本的建筑，伊上界伊主要伊特色就是伊定定用清水模，清水模就是红门图，你红门图去框起来了后，你直接甲模板摕掉，伊无搁另外搁用啥物叫甲砍掉，吼，就是无用钛铝啥物无甲，伊就是甲迄个模板摕掉，啊伊当然伊迄灌模啊时阵，迄个表示这工法爱做甲足好，你啊我都迄个帮模摕掉时阵，迄个红门图看迄个。表面是足根本的安尼吼，叫做清水啥物吼，我煞袂记吼，建筑一个专业术语吼，清水模啦吼，清水模，OK， 这拢是尊重材质的做法。啊，你今仔日要做汉服，我即马就要讲倒来，我即马讲，我为虾米看袂起我咧 cosplay 汉服的？你做甲你迄汉服做甲若不得不亲吼。
这就准煞。你迄个品质我一看就知影，你迄可能是毋知去倒位去买来一寡足俗、足粗俗的迄个布料。你讲我会尊重你吗？哦，你本身你就无尊重你所设计的物件，我哪会去尊重你？OK， 啊，你若去看着迄个 kimono， 你就不得不尊重。你敢若看伊迄用布的用料，你知影？偌有工、偌搞工安尼，用偌济心血内底去做安尼。所以你看袂起先啦，绝对是正当的，绝对应该的，因为伊本身就无要互你看会起。歹势啦，讲这。好，咱转来讲遮，第四只吼，我看今仔日又读袂啊，10:37啊，歹势，已经时间超过。歹势。好11:12，吼，咱今仔11个真正飙车吼，伫遮好读到遮，歹势吼，笔记足多，笔记我遮都无读的，我相信大家有看到，然后恁再家己看好无吼？歹势，我再等下结束，我再家己搁看一遍。安尼今仔日读到遮啦吼，咱明仔载休困，后日再搁继续读吼。我想要发表啊，就是讲最近我人有招我看是真乃迄是一个节目就是讲因是用一寡舞台剧，啊普通是舞台剧，咱敢若会当去现场，不过伊就是甲伊加做一个比赛，唱歌比赛，啊伊是舞台剧，啊就是可能一个比赛，电视上头播啊有。足济组，啊其实成本拢足悬，迄剧本嘛诚好，变做先仔文化嘛有好诶，毋过爱资本，就是爱你有去广告赞助，还是你用一个节目，爱用经费，若无我搁资本吼，因迄剧产党上济资本，毋过无我靠这真正好诶题材、好诶剧本、好诶会晓表演诶人。无法度出头，啊，你若讲是迄种 cosplay， 其实是无一寡资本诶资源有搁较少，就是人个人去做诶吼，兴趣诶，无迄个资本诶钱吼，该赞诶，其实就是无法度，因就是爱依靠资本，即摆若离资本愈来愈远，安尼因诶人才就做无彩，就会无舞台。好，多谢。好，这咱有机会再过来讲吼。这可能另外找时间，或者是礼拜四的时阵开讲的时阵，会当来讲这个主题。这项台湾各族意识的起造有关系无？我认为讲咱就是爱学这种用心、认真、诚实、正直这种各方面这种气质，这种精神这种文化吼。这以后再讲。好，咱今仔到遮，咱来开房吼，感谢各位听我今仔日感觉说说滴，歹势，感谢各位，多谢，好，再会，好。